一早叫咗你哋冇買拱北口岸嘅二手樓，嗱你哋係都唔聽，依家好啦，新樓買二手樓咁價，行路翻關口呢都係10零分鐘嘅時間啦。今日我哋睇呢套呢係一套拱北純住宅啦，70年產權嘅，面積呢係95個平方啊，客廳望出去嘅視野呢十分之開揚，完全冇遮擋嘅，闊度呢都有成將近5米啊！你諗下，95個平方都可以幫你做5米嘅客廳。基本上要去到823平方先有啊！咁呢個單位嘅使用率呢係去到95%啦。洗手間用係 TOTO 嘅衛浴啦，同埋智能馬桶啊。全屋呢係帶埋豪華裝修啊！嗱，如果你唔想行路翻關口呢，都唔緊要啊，因為屋企樓下呢就有公交站啊，一站呢就直達翻拱北關口噶啦，1蚊雞嘅車費啊！咁主人房呢度呢，同樣都係望出去冇遮擋嘅視野啦，定制櫃都幫你做好晒啦。咁呢個單位呢，全屋帶埋豪裝啊，意思即係呢，你買啲床啊、梳化過嚟呢，基本上就可以入住噶啦。咁依家首期呢，圍到係40零個啦，就可以做業主啦。呢度呢係第3間房啊。嗱，咁如果你喺拱北睇個二手樓，5年內嘅樓齡呢，基本上呢，你都要去到成300萬嘅。依家呢個單位呢，最平290萬出頭嘅啫。有興趣嘅朋友歡迎留言約睇啊。Thank you。